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准时收看。福起来咧，我是钟一群阿群妹。唔知大家有听过金线莲，也就会当神秘嘅出门冇喏。头摆阿群妹闲些时间，我就听俺爸爸谈嘅垃圾油啊，听那个电台，我就当家有谈到讲有人啲嘅买金线莲茶，我就啲嘅上讲上来呀，希望嘅出门做出用嘅茶，做得本人讲到按养生、按奇怪嘅一项东西，今日节目当中就爱来同大家来分享哦。啲喺呢台灣花蓮好有好山好水嘅蔬菜，有人啲嘅種呀金線蓮，按少看到嘅按樣嘅出物咯。故所以下就來細細夾夾分享，今本日節目呢度邀請到嘅來賓來分享喺呢花蓮05潭金線蓮園區嘅頭家分享，祝大哥分享。主持人，天氣大家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來自花蓮05潭朱元璋。很高興來到你好，分享大哥來到節目當中哦，稍後來係佢講嘅本樣，分享調講樣，分享蜜蜂雞，分享。大家好，我是來自花蓮鯉魚潭金線蓮園區的張美鳳。歡迎兩位來到節目當中，同大家來紹介下金線蓮按樣嘅出物吼。頭擺看到呀金線蓮呀三隻絲啊，嗰隻蓮絲就會看到人下草頭的。蓮花嘅蓮錯嘛？唔過啊，聽講主太哥講按你寫唔錯哦，唔咩按呢？算來形容嘅哪一隻絲啊？哦，金線嘅蓮吼，係該蓮魚都係蓮，蓮魚都係蓮，蓮看的叫做蓮，蓮看係蓮，係唔係蓮花嘅蓮？哦，因為佢係。金線蓮佢係線條，叫金線牽金線蓮等起來，係看家嘅也冇錯麼？錯，所以佢係嗰隻蓮，唔係蓮花嘅蓮。啊，原來係咁咧，因為看家嘅也比較下唔啲鄉親朋友看到嘅，你電視當中有圖片吼，嘅相片吼，看下金線蓮家嘅葉嘅，我們講這個葉脈啊，對不對？家底度就係有呀，哇，有看到冇金金嘅線，韓國係連起來嘅，錯，係連起來。故說也就係按樣嘅出物按到金線蓮。唔講，佢當時看到嘅頭擺一槍有啲多波有看到，將一槍 Q 用按你出物，唔過家底度嘅線唔係金色嘅，係佢嘅唔係金色，黑色嘅，嗰種唔係金線蓮。唔係，佢係觀賞用嘅植物，佢沒有要冇肉性，佢所以佢食唔得。故說吼也冇夠用哦，各位鄉親朋友可能會搞查用哦，有上次行到那邊看到棟到花草就繞到講，我看到有呀葉脈有連起來，可能係金線蓮，不過白色同金色咧冇夠用。故說最初呀金線蓮啊，唔講要有新生嚟嘅特色係乜嘅？頭班人要係用嘅來用嘅。超過嗰啲做生意咧，家咪帶到裝下條吼。你可以醫生講親人，嘛冇錢學看醫生，所以成日咧嗱發燒、抽條嘛，計做弄天弄理，吹啊，叫到通水，吹啊，叫通水，成日咧濕啦，就發燒就退退咧，所以佢係嗰啲成日咧係抗生素。因為頭擺咩有看到有網絡嘅資料啊，佢就寫講，因為呀清涼退火。從冇韓國說起來有些咧護肝嘅味道。故說頭擺人就係按你來用金線蓮按你出物，唔過吼，我看唔過係看到嘅，就講呀金線蓮當難種，因為佢當少。真係喺東南中，嘿，佢對環境嘅選擇吼很嚴苛。一般來講，在野外、啲戶外看到嘅，大體係上到哪一種嘅蔬菜長有可能有機會看到。佢到海拔差唔多300、500公尺以上，係闊葉林下，樹下，落葉常年落葉下落佢係腐殖土，讓看得到稀稀疏疏一條嘅。佢說愛種呀金線蓮嘅奶愛當皮，
草。哦，要腐殖土嘛。腐殖土。免摕咧个条树叶呗。树孔内。哦。树孔木铁起来，腐烂来吼，人去人送去落。哦。按用的素材怎有机会好种呀金线莲？因为今遐袂侵安来环境吼，侵咱侵嘛，侵都按天然的环境，所以就会用古说用人工去栽培，搭一个网室啊，吼塑造一个属于佢的环境来栽种佢。哦，呀金线莲啊，青苔头做得上到几苔头？差不多20公分，含迄按爱哦，按爱嘿，就按你爱的天天。20公分差。不说基地田野的环境度很可能没懂难情，因为你刚刚讲，可能在阔叶林带下，很够有到天内后有很多腐殖土，可能没黑懂到样的，就是很阴暗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哎，它阴凉嘿，其实我们的阳光直射，哦，阳光若直射，请家叫做。干枯体体嘞，燥体体嘞，爱的耶，就系因为暗嘞，太家长会讲金线莲暗色，因为电脑杯根本就看唔到东南青，韩国有可能会침错，침到观赏用的，佢就做唔定拿嚟做金线莲。错，啊，某就系因韩国伊吼，啊上爱等甲全类人来放，啊过去全类可能是乳毛体体嘞。哦，有冇毛体？很神奇。很神奇，可能树在要炸灯啊，就看唔到诶。系野生动物是啦，实体去嘞。啊，古时候像亚哈，泰国用人工的方式来种，价格差唔多一般的温度，为了去控制到几度土。温度在到摄氏22度以上，到32度啊hin。哇，22度以上，给亚寒天的时间。寒天穿以下类是那寒流类就是停止生长。哦。啊，你的温度很适合它，挺适合发脸。发脸嘿。啊，俺海拔大概都300到500公尺。就迄基本蛋，它本来它适合的。原来去生长的萎缩环境，所以大概就会上头较降。啊，因为今年来天气。较热，哦，冬往冇风采冇落水，所以温度高，降唔下来，所以我今年来是种到顺势到冻到，实体去，冻难种哦，嗰时候加个水分爱多也稀少。水分哦，它冇多，唔爱冻多，潮湿、温润、潮湿。爱啲嘅，佢爱奶爱迄。平常时爱迄湿湿的感觉，唔过做唔得太多水，又做唔得本季糟糟。冇唔错，我就雾气。对哦，要有雾气。雾气，原来係按呢。古时候呀，金线莲真係係懂，也知道係一種很神秘的一種植物吼。对。哦，古时候唔單槍人嘅延期唔單槍有種金線蓮，其實延期底度還有種非常多其他的東西。我們是不是請美凤姐跟大家介紹一下園區？里面有分很多区块，是早期我们整个园区里面，通通种那个柑橘类，对，水果，柑美，对，柑美。可是它的美，它只有1年1收，对，而且它很笨重，然后加上我们年纪越来越大了，小孩子也长大了，家里没有人手帮忙。那我们家的老板就觉得说这样子不行，继续下去，因为小孩子有他的路要发展，但只剩下我们2个老的也不行。对，他就把园区分块说，某一部分来种这个金线莲，那一部分呢来种那个食用药草，比如说药草，我们待会介绍一些白鹤灵芝草啦，跟三叶刺五加啦，那在另外某一个部分，他再把它规划为。茶花园区，种一些茶花。对，它茶花园区它的概念是说，茶花让它长大、长高一点。那以后我们年纪真的老的时候，我们再来慢慢的把它销售。哇！古时候其实吼，规只园区有做动多的规划哦，还有其他的药草的，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个再来同大家来小结。好，分享大家有阵
轮到福起来咧，我係中意群阿群妹，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紹介一隻當神奇嘅一種植物，叫按到金線蓮，韓國係啲花蓮吼鯉魚潭入邊來嘅喲。雖然呀金線蓮啊，有按到乜嘅奇怪嘅素材，我同大家來紹介。像係呀名嘅，我就知道當奇怪嘅。頭擺人看到嘅名嘅，就是看呀下起來草頭的蓮，唔過今日主題個家同人講哦，係連看呀連起來嘅蓮了。故說講到呀金線蓮，就聽出我來試看啊，大家咪試。我當時時間有試過，今日主題個貼片帶嘅亞烏卡嘅金線蓮茶，愛本阿佢妹愛試看啊。好，我連看啊，係乜嘅味道？是不是有點植物的清香？都有。韓國有前面有一些咧腐感嘅味道，不過夾嘅腐味冇像牙頭白色咧暗強，佢係淡嘅。它其實沒有到真的有苦味，沒有，就是一點點甘。你說的甘味啊？哦，故說呀金線蓮茶就係美鳳姐你去甲上到講愛老呀金線蓮做變做茶，主要係拿來生嘛解嘅。本身開始都你買貴挑買新鮮品，因為安尼現在生活腳步比較快速，因為已經唔曉煮。嘛冇做下，出汁拿下來煮未做得？未做得嘿，貴蔥去煮啊，煮雞湯啦，金線蓮雞湯啦，啊係打精力湯啦，都去做得。都做得。啊，所以呢個想到講，應現在家庭主婦啊，跟上班族的那個生活腳步，哦，這是跟你解釋。是，那我們就想說，它的作用，除了說一般藥用之外，我們想要把它弄成日常我們生活中可以吃的，就是說全家可以保健保養使用，這樣我就想說把它做成雞湯。對，雞湯咩做得？是。故說今日你沒有準備啊食譜，愛同大家來分享，錯嗎？對。金線蓮雞湯算了，按用嘅來煮，像美鳳姐同大家來紹介一下。是，像我們就可以準備差不多一些的金線蓮哈，對，新鮮的或者是我們乾品，我們也有烘乾製作的，對。那你可以加一些生鬚少許的，跟紅棗跟枸杞哈一些。那你金線蓮可以先要把它熬煮個差不多將近10到20分鐘，先把它煮起來之後，那你雞呢？雞肉是要先處理過，對，然後再把它下去一起燉煮，這樣子，要像呀同嘅味道應該當好，因為有一些甘嘅香味，是，對，就像當當因為老食物不用到呀雞湯底度，因為呀臭嘅味是做得綜合嘅雞湯嘅那種油膩的感覺，對，對。除了要煮鹹的以外，其實沒做得，甜的哦。是，對。那也想說，那我要把我的金線蓮呢，能夠再發展出其他的可以使用的。對。那我就想說，那我把它做成果凍好了。哦，果凍。對，果凍的話，那其實就是一樣，我把我的金線蓮事先熬煮過後，對，跟那你想要吃什麼口味，像你現在很多洛神花的產季嘛，對，你可以加入一起去熬煮，對，或者說加點紅棗、枸杞或者龍眼乾都 OK。對，那你再把它做一些用吉利丁的部分做成果凍這樣子。哇，不說按你咩做得拿來做果凍就錯嘅。是。韓國呀金線蓮啊，泰國人家就可以做成茶包。我當時可以第一號呀金線蓮做成茶包啊，係用嘅哪一隻部分啊？佢金線蓮吼，貴蔥攏很識得。哦，貴頭就識得。貴頭攏識得，所以故說呢，就貴蔥。放起來緊細細啊，吼，就是挑個什麼烘乾機就容易挑曬，可能會曬硬啲。啊，佢吼有設備用烘乾機，差不多溫度到75度左右，吼，烘個10點鐘。哦，因為呀，感覺起來溫度較大，大溫時間然後佢來炒。錯，啊，所以佢營養成分較唔會流失。啊，那高溫，比如營養成分流失的感高摩擦，所以低溫烘焙啊，故事就要金線蓮就出按呢這個茶包，這個是禮盒嘛？對，禮盒的部分。對，剛剛還有講到過，唔單槍有金線蓮呀種植物藥用植物，其實還有其他的藥用植物，有哪一些其他還有種的藥用植物？
白鹤灵芝，白鹤灵芝啦，跟三叶刺五加。哦，对，白鹤灵芝呀，唐起来这个名字也很特别。白鹤灵芝，它是白鹤还是灵芝呢？是它呢，本身它因为它长得出来有开花，那开花的样子是像一只白鹤。有，刚刚有看到相片。是，然后就所称为是它是，那它的称为。白鹤灵芝茶，白鹤白鹤灵芝茶，像今晡日呀哈阿舅母雅素烘的，也比如迄白鹤灵芝茶，对，佮平常是头半年用迄有嘛个用途呢？哦，它是可以保养你的气管方面跟肺部，保养一下。哦，其实起来有一种中药的味道哎，真的啊，灵芝是这样吗？对对对，没错，它的成分呢。相当于有灵芝的成分，所以中医师把它命名为灵芝。哦，所以白鹤加灵芝的，所以它其实没有灵芝，只是它有灵芝的味道。对，有灵芝的成分。成分。哦，古时候张方有按呢，咪西，韩国还有另外一笔，咩嘿用，这也是白鹤灵芝茶，但是它有加味哦。我把它加了一个三叶刺五加，让它的口感更好。哦，三叶刺五加要会用一种植物啦，又是什么样的植物？植物哦，因为它三叶刺五加是只有台湾有的品种，台湾特有种，它的味道好重哦，是很甘甜，甘甜哦，是古时候哎呀，它是都要甘甜甜的米西，是三叶刺五加哦，要甘米比加下个金鲜莲茶，咩比加下个白鹤灵芝茶嘅米头含较重，哦，所以这个三叶刺五加，佢平常是喺哪来生嘛嘅？佢嘅皮拿来做就叫做五加皮，你听过吗？哈，主持人。五加皮没有，五加皮，喺做嘛嘅？酒老一辈才知道东西。五加啤酒，跳过哎，龙应该很喜欢喝五加啤酒。对。啊，它的成分如果把它拿来做，可以当运动饮料。运动饮料，对，就叫做老虎牙子这样可能年轻人就听得懂。哦，超暗的感觉有谈过啊，我是年轻人。是。古时候其实也谈起来，唔讲迄白鹤灵芝，也系这个三叶刺五加，其实谈起来都系对身体有好无坏的安尼成分，做得食起来平常时做得当家拿来食啦。唔过加个用途系嘛个，食起来总比去食有咖啡因的饮料还要好，对不对？让它当人大家可能就会当家食比咖啡，唔过是爱，比如讲一个礼拜，你可能温一年温咗安尼较健康的饮料，可能对你身体就会还有帮助哦。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个转来。观众朋友，欢迎大家又转到福起来咧！我是综艺群阿群妹，今日节目都同大家来说嘅吼，对花莲来嘅中亚东神奇嘅也就药用植物咯。家下阿群妹又讲到也金线莲，韩国也白鹤灵芝，韩国三叶刺五加，你看呀，三种植物的名嘅谈起来全部就很玄，有冇？而且都是很稀有的也就药用植物。不过泰国咩动用心，因为啲亚哈人可能还冇。古时候全部就攞佢做成茶包，本太家做的转豆腐卡泡泡啊，就做的拿来做饮料、做茶来食。其实唔单像安尼，泰国、韩国、泰首尔的七家布卡没有做，本身就是整株的做的本太家带呀上的植物做的带转去布卡。哦，唔过像呀金线莲来讲好诶。人家是讲带呀一盆金线莲转豆腐卡，我用的照顾佢啊，这么珍贵的植物。其实佢真简单，就从按你给它离喷，给它泥土就保持朝湿润子走，对不对？叶面只用该喷水枪早晚不去潮湿。就是人工造物来意思。人工造物的感觉。对，感觉嘿。既然奶你可能又吸入从去摸吸肉。又吸从摸吸用，就是你微微的一点点。微丝嘿。要照顾兰花的清新强壮。呀，安尼糖就糖的说啊，就像照顾兰花用的，做唔得吃只生日头。操做唔得。
对，不用到还有浪样的时候，有样的素材。温度让你冷气房对它最好。冷气房哦，不错，很适合放在公司底度，有没有？攀公司底度。攀公司底度，你就做得有强强的，韩国有寒的时候就帮一两条拿去煮菜，也可以拿去泡茶煮茶。错，爱做日本料理。日本料理。包寿司。可以包寿司，用哪个素材包寿司？肉的啊，用肉的包寿司啊。寿司包好不一堆都免当啊！哇，看起来又酱又好食，又可以做药用保养。对，给迄呀金鲜莲，给其他像迄拍风灵芝，但种幸福卡按用的来做。把灵芝较简单，去插枝去就送嘞。放在阳台日头晒都你唔怕。日头晒水喏，水啊。3、2天啉下，用下水不湿。去较野性，较好管理。较好管理，较好种就错诶。刺五加没见到。刺五加嘿。没黑 Q 用等好种。千好种。刺五加去贵性都是 net。贵性 net。对。所以也较生意掉诶。种的时间会生意。会叫面。古说也就要用车夫，其实每做得带转不卡起价来做。单枪要用车夫，其实每逢节也得还有种很漂亮的什么茶花。是。茶花也是做得不太敢带回去种的嘛。其实我们最近这个气候是刚好做移植的，我们会把它移成一盆栽这样子，可以给大家带回去。带转皮肤卡就做得起价来做。OK。对，韩国一开始有讲到皮肤卡係種感美的。青可是清显黑中甘梅，呀，还没空用，还有在种，还有这个种，还给它转型，种砂糖橘，对，好可爱哦，这么可爱，中央按等一下，这个砂糖橘，你看呀，甘梅不是营养不良哦，是真的品种，对不对？对，这很犀利啊。要种砂糖橘，为什么要种这种小的橘子？因为茂谷柑它比较粗壮，它冲，而且它高产量低产值，高产量低产值，因为它价格不好又重砂糖橘它是比较低产量高产值因为价钱比较高。卖给家私较好，做嘛该夹给家私会较好咯。可能比较新鲜吧。因为这个让引进推班，我们国内没几年，所以算新鲜的。再过半个月，它较甜。好甜哦，因为甘梅一般来讲，我食起来有一些酸酸的米丝，酸酸甜甜。不过也食起来係完全係甜的，完全冇食到酸的感觉。就甘梅的味哦。对，又有甘梅的味道，而且韩国它的水分浓度，非常有水分，又懂好食。韩国整个照顾管理起来其实是比较简单的。对，比较简单。但是我用无农药。冇农药的方式。冇农药人工砍草。全部就係用人工的，唔講係種的方式，韓國管理的方式，全部係自家來做。抓蟲。自己抓蟲，然後沒有農藥。抓果蠅。哇，我知道人家就會生發真嘅動空間，又帶到呀，這麼好山好水，空氣又好嘅花蓮藥雜蔬菜，又種呀對身體好嘅有用植物，韓國連種嘅呀甘梅，全部就係冇用藥嘅方式，清天然嘅方式來做。唔過聽講，也得當好嘅農民，其實沒有一找自家嘅一個小團體，叫做9417，對。9417那个这是经济部中小企业处，他为了照顾我们小农民，因为农民去田间管理又要生产又要去销售，可能没有办法，太无限，冇兼顾，所以去到辅导我们，让我们可以结合7、8家的小农分工合作。自己生产销售大家可以配合。销售大家一起配合呀，黑马该意思啊。这些讲去展场我们没有办法当一起展场所以今天轮班制是不是？对，他养蜂蜜的他今天去展场，他可以让他停买
啊，人去无爱，我就所以才去停来。大家共下互相听书就错嘅，分工合作。对，分工合作。不过讲个呀，实习大家就爱同上的去往了，是不是？美凤姐可以跟大家讲一下，最近是不是也有这个摆摊的资讯？哦，是，在我们。每年我们花莲呢，在过年前都有一个年货大街，对，我们县政府会办一个活动。大概是什么样的日子？那今年是大约是在2月10号到2月14号。2月10号到2月14号有花莲的这个年货大街。是，第一来找手菜。在我们花莲的东大门夜市旁边，它的营业时间都是在。下午超3、4点之后到晚上10点，而且每天晚上都有抽奖哦。哇，故说太假吼，你也记得做得去啊这个花莲东大门夜市，南强做得往呀实习盘，做得去往这个年货太街，还做得看到两位，还有9417的小农们，是，对不对？欢迎大家来，欢迎大家来花莲了哦，没什么两位来到节目当中，谢谢，谢谢，希望大家。什么各位观众朋友，我收看休息一下，等下听运通先生，共下来做运通。